大家晚上好，我係客家仔Tosin啊。今日咧有隻老朋友，講是客家人小鐘來啦，我哋講客家吧。小鐘，你老觀眾朋友再介紹下你自家先做的嘛？大家好，我是廣西贛州人嘅客家人，現在在贛州或者都差。今年看你是9歲去，去年你是8歲。如果你今晚再剪那條音樂，那條印尼嘅音樂，你可以老觀眾朋友介紹下你。現在用筆剪嘛，用那個電腦多用錢就可以，那個剪輯出來就可以啊。你做開也肯是做開幾久啊？做電視，做新嘅電視。你做乜解有興趣去剪那條音樂咧？有個興趣愛好啊。主要你好中意聽音樂係啊？好中意聽客家音樂。老我哋介紹下幾首你最中意嘅客家歌啊？就來自印尼嘅話，印尼流行音樂。講下歌名啊？有原創嘅，就現在我在聽緊嘅。你曉唱歌嘛？我唔曉唱歌，我唔唱，我從來唔唱歌嘅，唔唱我從來唔唱歌嘅，我只聽歌嘅，唔好意思啊。睇嚟你就係好中意聽客家歌啦。係話因為講嘅語言係我最熟悉嘅方言嘛。你有冇去過印尼了啊？唔想，現在唔想吃過個。有冇想去講去印尼了下咧？天天想話，可是老幾年有嗌人那個客家話，我唱唔上天。你每日係咪都有聽客家歌啊？係啊，一般聽客家流行音樂，有嘅上街啦會聽啲鄉村音樂。你覺得客家嘅流行音樂在以後會唔會越來越好咧？越來越受歡迎咧？英國話吧，我唔曉，而且希望我哋客家流行音樂我做得像啲粵語音樂、老閩南音樂一樣。你也有聽廣東歌啊？我好少聽見廣東嘅啥嘅粵語嘅、老閩南嘅。喺了印尼嘅客家歌，你係咪全部都曉聽嘅事咯？那唔係90%以上聽得出，有啲8的，還有啲8的唔曉得從哪個轉性噶。有的見聽得出，有的見聽唔出。今年過年你有乜計劃嘛？冇新嘅計劃，想去了又唔曉去哪一點，哪一點差唔多。我又唔太中意去了。有冇乜計地方想去了嘅？想去嘅東下去唔了，有哪裡想去哦？過年挨晚也食飯，也條一般曉做乜計菜咧？我一般好少做菜。你曉唔曉做菜啊？有啲8的，沒問題。冇講幫手下聽手下人福建人做菜啊？有啊，以前是一個上課，現在出來一件自家間唔當到做菜嘅。一般我和茶啦，中國嘅事情。你福建人做嘅菜當中，你最中意食乜計菜咧？羊頭腐。你條做羊頭腐有冇落胡椒啊、辣椒喺度咧？一般唔當到放，一般唔當放辣椒。過年你條有冇乜計好特別嘅法通啊？東西出你條愛在嘗試？有啊，有好多，只不過我唔放試試。就係你個中意菜福建料啦。係啊，比較放試聽客家音樂、客家流行音樂。你最中意聽嘅客家歌係乜主題啊？印尼客家流行音樂啊。係愛條講愛情咧，還係講工作咧，講福建人咧，係咧乜主題你最中意聽嘅？都有吧，各個方面嘅也有啊。我就唔歡喜聽山歌。你最歡喜聽山歌啊？我就真唔歡喜聽山歌。做乜解唔中意聽山歌咧？哎呀，山歌比較落後，唔適合我間年輕人嚟聽。所以你個中意聽流行歌？係啊，見心事。你朋友有冇聽客家流行歌？少。你冇介紹啲客家流行歌俾我朋友聽啊？一般我都會發出咯，從來總好。你自家有冇寫客家流行歌？唔寫，我有唔當嘅音樂嘅方面嘅，唔寫古嘅。有冇講學乜嘅樂器啊？唔寫。喺你除開聽客家流行歌，還有乜嘅愛好咧？打台球。老朋友去打台球啊？係啊，啲愛好啊，台球識話好多朋友嚟的啊。你打台球係咩好強啊？好威啊？
一般的吧，沒法訂我嘅話，我哋是大台就餐，我唔可以問你自己的問題。